大家好，今日我嚟介紹近年國家嘅文化同教育取得嘅成就。首先喺文化方面，數據表示咗文化貿易快速增長，可以見到喺2018年，中國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係2005年嘅5.5倍，比2012年增長15.4%。成為國家文化產品出口前5大市場，超過好多國家。而增長嘅原因就係圖書對外交年增長增加，同埋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上升。文化影響力提升，令文化產業可以投入更多嘅資源，令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完善，同時令文化服務能力同水平，令教育更加普及。文化遺產方面嘅保護，到2019年已經有5058項，世界遺產名錄共有55項係中國嘅，42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然後喺教育方面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提到，全民教育發展指數指主要普及初等教育、性別平等及教育品質監測基礎。中國喺發展水平上，學校有50幾萬所，在校生有差唔多3億人，老師亦都有差唔多1800萬人。喺教育方面嘅多項數據睇到，全國幼稚園嘅入學率自2015到2020年都一度喺度提升，全國小學入學率亦都提升，同時初中同高中嘅入學率亦都上升。政府施行兩面一保嘅政策，兩面指對城鄉義務教育嘅學生免學雜費、免費提供書籍；一保就係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補助生金額。到2008年已經免費9年嘅義務教育，此農才嘅學費令城市教育免收學費，所需金額已經納入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。喺文化同教育方面嘅完善，吸引咗更多外國學生來華學習。自2018年起，有196個國家好多嘅外來人士喺31個省嘅學院學習，比2017年上升咗3000人。總括而言，喺文化同教育方面，入學率一直上升，吸引咗多元化嘅人士來華學習，亦都有唔同嘅政策改善教育，例如兩面一保政策，教育嘅質量一直上升，更推進了文化同教育方面嘅政策同措施，進一步推進民眾嘅教育水平。我哋嘅報告完畢，多謝。